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7月21，诗篇140篇40安尼讲：上主啊，求你保守我，脱离歹人的手。保护我，脱离强暴的人，因都无要甲我车倒。三甲来祈祷，保守阮脱离歹人手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阮的关台，你是阮的避难所，阮坚固的石盘，主啊，伫这个充满危险甲不安的世代，我要投宿伫你，主啊，伫患难的时，阮通秘伫你的膝骨下，得你的固守甲保护，也通有对你来的平安。主啊，伫苦境中，我们因为有你的同在，就通有属天的欢喜甲愿望。主啊，愿将阮的生命交托你，求你用你的疼引带阮，求你互阮的脚步一步也袂绊倒。主啊，求你保守阮脱离歹人的手，保护阮脱离强暴的人，因都无要甲阮车倒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